大家好，最近我比較忙，捱咗幾晚嘢，用眼過度，成日覺得眼澀眼痕，而且洗頭梳頭咧都甩咗唔少頭髮啊！嚇到我即刻要沖呢一杯養髮清乾茶嚟飲。呢杯茶好簡單，只需要3樣材料，針對捱夜、眼乾、脫髮呢幾個問題。如果有呢啲問題嘅朋友，一定唔可以錯過呢個養生茶啦！睇片之前呢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潮媽教主呢個頻道，同埋開啟埋個小鈴鐺，咁以後有新片呢，你就唔會錯過啦。呢啲就係所需要嘅材料，3樣嘢。胎菊可以清熱解毒，專治捱夜之後嘅肝火旺盛，同埋眼乾澀。先用水好快咁樣沖洗一下胎菊。再加200毫升嘅滾水落去，閂蓋焗一焗佢，焗大概5分鐘，等胎菊嘅香味同埋精華釋放出嚟先。趁呢個空檔，用水好快咁樣洗一洗啲桑葚同埋杞子。杞子明目養肝，係養生界嘅常青藤；桑葚係民間嘅補血果，可以滋陰養血、烏黑頭髮，針對甩頭髮嘅問題。不過高溫容易破壞呢2樣材料嘅營養素，特別係桑葚裏面嘅花青素，所以胎菊焗泡完之後，最好加返100毫升嘅室溫水降溫，先至加桑葚同埋杞子落去，閂蓋再焗多佢15分鐘，咁樣就可以最大程度咁樣保留佢哋嘅營養素。之後你就會發現個茶色慢慢變成好靚嘅深紫色。呢個茶飲啱喺啲下午茶時間，或者係晚餐之後飲，舒緩成日嘅用眼疲勞。佢帶住淡淡嘅菊花香，飲完之後最好食埋啲桑葚同埋杞子，因為有部分唔溶於水嘅營養素都喺果實裏面㗎。如果你成日捱夜睇手機睇到眼乾，甚至洗頭嗰陣時咧會甩好多頭髮嘅話咧，咁你一定要試下呢一杯養髮清乾茶啦。鍾意呢段片嘅話咧，歡迎大家按讚、留言同埋分享。